覺得以下我哋認真好想唱一首歌，呢一首歌我覺得一定要佢喺我隔離唱，因為係佢。Let's go。陳卓賢。如果將一對翼，原地躍起，逃得出這角落，世上亦無慈悲。求交把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，無法自救是你不爭氣。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，然後變強。當一個善良人，有時純屬取向。小陰影可我化成殘障，自愛方能永遠醫好創傷。這扭曲的宇宙為全沒，誰有正常都不見得心要狠。這種搏鬥，無人可幫你，你要倔強。歡迎啊！當這個霸道如何是好？無影的血痕要歲月去修補，或者愛未強大到空手抗暴，請相信向前能變好。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，然後變強。當一個善良人，有時純屬取向。小陰影可我化成殘障，自愛方能永遠醫好創傷。這扭曲的宇宙為全沒，誰有正常都不見得心要狠。無人可幫你，你要倔強。偶爾亦會傷，活着為何善良？人若是被令渡過，如何有見亮？但你我要是似他，無恨亦同樣難截斷情惡的影響。即使不想借用負能量，由弱變強，都不要為旁人自強凌弱轉向。他怎麼欺壓你，良前你至愛的人，永遠找到那出口方向。前往是窮巷，抬望太陽，就做在下。不嫌客，人性本漂亮，孤軍作戰，無望這個我與你合唱。歌語大，死神與死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俾啲掌聲先啊！好耐冇見喎，好耐冇見啦！好耐冇見啊！真係。我哋呢排冇啊嘛。係點啊？我哋呢排冇，唔係等陣先，你而家係姜濤 A 定姜濤 B？我應該同邊一個即係諗下點樣傾偈啊嘛？而家冇所謂啦。而家冇所謂，而家係姜 C 咯。其實姜濤 A 同姜濤 B 都係姜濤啫。即係我身為一個雙子座，就想話俾你聽，其實即係我都有兩個自己喺入邊嘅。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嘅，咁但係應該係兩個人一齊去合力保護你咯，所以係冇問題嘅。我覺得。係。我會，係啊。
咁就啱啱嗰隻，而家變咗我主持啦。我覺得可以。呢排嘅興趣就中意咗傾偈。係咯。我講笑。唔係，我都要多謝你即係揀咗你要倔強呢一隻歌嘅，同埋喺你嘅 show 之前出咗俾大家聽。但我個問題都想問，點解即係4年後先出咧？因為呢隻歌寫咗4年啦，4年。過幾日2026啦。有嘛？係啊。唔係，我覺得唔係講真，你一寫俾我呢首歌嘅時候，其實我已經知道我一定會出。係，但係我一直想揾一個最適合佢嘅時候，係因為我又唔想佢係一首情歌，因為我聽嘅時候，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嘅，我覺得係仲有啲最 deep 嘅嘢上面，所以我覺得要等姜濤 A 同姜濤 B 佢溝通完之後，咁佢先至可以有一個最合適嘅 timing。我覺得今年就係呢一個 timing。OK。咁你都有咩感受 ？OK， 可以嗎？好，完全 OK。完全 OK 啊！可唔可以出去睇下？出去睇下咯，嚟個印度你一唱我嘅台啦。參觀啊！係。介紹下。介紹下嗱呢一區咧就 fans 嚟嘅，呢一區就我哋今次個台咧就以岩石咗呢個呢一個設計啦，係啦，咁觀眾咧就會見到有一個270度嘅 video wall 啦。我有睇過呢個 wall。有睇過呢個 wall？好靚啊！好靚係咪？要唔要現場俾你再擺多次個起圍啊嘛？點可以睇啊？唔係講下笑唔得。過咗啦，過咗啦。唔使。OK。係咯，都差唔多係咁啦，就係。仲有冇啲咩想傾啊？仲有啲咩想傾啊？有首歌好想唱咯，有一首我好中意嘅歌。其實我想講真係，你嗰啲歌嘅點擊率我真係有份幫嘅真係，因為我冇辦法忍唔住，我真係好成日都聽。大家咁話？大家咁話，係咯。咁嚟㗎咯。你揀㗎喎，我揀㗎。你真係中意嘅，真係中意。我有幾個朋友喺度話咩？姜濤你今晚演唱會啊？係咪伊人做嘉賓啊？伊人啊，係，我可唔可以上嚟睇？之前8場都唔嚟，係呢場。唔係，佢想睇你尾場啫。係啊。OK， 多謝你幫我解釋 OK。好，咁我就可以同你一齊唱呢首我喜歡嘅歌嘛。好，叫做有一天。呢首歌好難唱嘅，因為尷尬，我睇一睇歌詞。無數次度過苦喊和嘆息，唱錯，迷失了我苦惱忐忑，纏住我只有瑣碎記憶，卻竟得到你呼應，唯一想留一天與你喘息，無聲的和虛的，懷中有你讓劇真暫停，平靜裏安躺，棲身一抹暖光，悠悠到思海，看日落天荒。想棲身一抹暖光，無數出口，星星可以釋放。曾試過高苦惱，卻是你留住得一天也內望。手中畫對嘲笑和對比，談愛說痛不過心聲，唯獨有一剎把我救起，似一種永遠的你，唯一想留一天與你喘息，由衷的真心的。靜裏安躺，棲身一抹暖
放，聽到我有種嚮往。其實我只想棲身一抹暖光，沒說出口，真聲可以釋放。曾是獨個苦惱彷徨，卻是你閒有深鎖的這個房。只想一起躺進暖光，蕩進思海，看日落天荒。悠一刻抬頭，星空萬象綻放，忘記舊年華，一直對望。是我只想找到這線曙光，願你都想。係啊，好啦，我聽日會嚟排舞㗎啦。聽日見，多謝依啊！哎呦，你首歌真係好難唱，咁多假音嘅真係，哇！好似有啲音 flat 咗頭先。OK，再次衷心多謝依人啦。其實依人咧，即係講起依人啊，真係係，就我覺得我唔知我有冇喺同你哋講過，其實佢係我好羨慕嘅一個人嚟嘅，係啊，即係好似啱啱識佢嘅時候，覺得哦係一個體育健將啊，又身材又好，又靚仔，又識作曲，又識作詞，即係我覺得以讀書又咁叻喎，係咪？我就覺得好羨慕啊！啲咁完美嘅人嘅，但後尾我先覺得好，我覺得唔需要可以欣賞人哋係啊，但係我哋每一個人唔需要同任何人去比較，即係唔單止係依人，我哋12位 Mirror 成員都係，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發光發亮嘅每一點，所以我到後尾我都覺得我會懂得欣賞我自己，亦都懂得去欣賞人哋。我哋抱住一個愛嘅眼光去欣賞每一位我哋中意嘅人，係啊，唔中意嘅咪唔好望佢咯。但係中意嘅就可以一直欣賞啊，千祈唔好覺得呢個好呢個好呢啲十幾廿年之後咪都係阿爸阿婆啊，有乜分別咧？係咪先？你我得對唔對？陣間咩流程啊？而家傾到有啲 high 添。咩流程嚟㗎？繼續傾。今日講時間啦，唔講時間啦。講下阻大家少少時間好冇？我唱多2首歌先嚇。